自2024年12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分享上帝的荣耀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罗马书第5章第10到11节。既然咱对神受称作义人，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。咱对神通过基督，通进入现在在享受这个恩典，欢欢喜喜盼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。毋若安尼，伫患难中，咱犹原欢欢喜喜，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盼望，盼望袂直到见效，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，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。咱要软弱的时，基督伫上帝所指定的日子，为着有罪的人死，替义人死差不多无，替好人死减彩还有人敢。不过，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，咱要是罪人的时，基督有替咱死。现在，基督已经为着咱流血牺牲，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伊搁较为救咱脱离上帝的受气，因为咱要求做上帝对敌的时，伊互家己的囝替咱死，互咱甲伊搁和好。既然搁和好，咱搁较为因为基督的活来得到拯救。毋若安尼，咱现在已经通过基督甲上帝搁和好，嘛为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用上帝做夸口，分享上帝的荣耀。昨咱有讲到，人因着信，互上帝称作义人，通得坦然来到伊的面前。今仔日，咱要继续探讨恩典带来的结果，就是一切相信的人要因着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，搁进入甲上帝立约的恩典，就通欢喜盼望分享上帝的荣耀。也因为安尼，咱才会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就算伫患难中，也会当心存喜乐。因为上帝借着圣神，甲疼灌入伫咱的心里，互咱伫患难中会当坚忍、老练、盼望，这盼望袂直到落空。保罗捌深深体会，伫伊的软弱中，搁较显出主的刚强。当人面对患难的时，常常会产生负面的情绪，甚至带来毋好的结果。搁基督信徒遭受患难的时，搁较容易受欺欺，受认为无受上帝眷顾。一般民间宗教的朋友总认为讲有拜有保庇，若拄着困难一定是拜无够，也是无受神明庇佑的结果。这种信仰态度充斥伫咱的周围，甚至也出现伫教会内面。譬如讲，当某一寡信徒拄着患难的时，会受指称信心无够额、奉献无够，也是无认罪、祈祷等等。总是保罗的话提醒咱，当拄着患难的时，焦点不在患难本身，是在伫咱安怎面对。咱无法度闪避生活中的患难，也无免死金牌来保证一生顺遂平安，所以咱却会当因着信耶稣基督，活点上帝的恩典，搁分享上帝的荣耀。因为圣神充满咱，用疼灌入咱，互咱会当用坚忍的心面对患难，伫忍耐中学着老练。这老练搁会当互咱看见盼望，因为这满有荣耀的盼望，咱就不必因为患难感觉见笑，也是失望。
约翰福音第9章第19、41节记载，耶稣伊伫一位生落来就失明的人，转往时，门徒问讲：老师，这个人生来就失明，是谁的罪造成的？是伊家己的罪，还是伊父母的罪呢？耶稣的回答是：伊失明，甲伊家己还是伊父母的罪，拢无关系，是要伫伊的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。面对疾病和患难，主耶稣的想法甲人无共款，人总是急要找出代志的原因，也是通归咎的理由。主耶稣却是借着疾病和患难，互人会当看见上帝的作为，分享上帝的荣耀。咱伫患难中也有喜乐，在伫咱因信受称作义，通得进入上帝的恩典中。这种恩典是上帝主爱之义的展现，甲公义之义所带来愤怒审判无共款。借着耶稣基督，上帝互咱恢复甲伊和好的关系，常时阵也分享伊的荣耀，互咱一生会当掠上帝做快乐。默想，遭遇疾病患难的时，我的反应是甚物？是追求发生的原因，还是会当伫基督里经历上帝荣耀的愿望？遭遇疾病患难的时，我的反应是甚物？是追求发生的原因，或者是会当伫基督里经历上帝荣耀的愿望？咱来祈祷，满有慈爱、怜悯的主，若毋是你的恩典，我可能已经伫疾病患难中萎靡消沉。总是因着基督丰富的疼，迄充满生命活力的愿望进入我的心，互我虽然带着忧伤甲病痛，也会当以上帝的荣耀做喜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